大家好，我是 River， 我是 Glue， 各位观众，今晚你看到哪像两个人一个斗嘴鼓？其实是一个人在练笑话。到底是人在控制保安，还是保安在操作人呢？到底是这个人交屎用伤济，还是身体惊喊呢？是煞白啊！对头到尾都讲我歹话，你爱给大家介绍你的职业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火锅因是丹田发射、嘴部顶上随时变化声音讲话，一人分析几下的人格怀念表演者，简称神经家何医师啊，何医师啦。哦，哎呀，拢同款啦。只是当初看你教练，感觉你的台语调调呢，你是安那来参加这个比赛？是安尼啦，因为台湾的何医师只有我报名啦，所以我可能我的台语普通。不过其他的何医师根本袂晓，安尼讲起来，我嘛是台湾台语上好的何医师啦。是偌济人？无够10个。伤少啊。我台湾 No.1 你看袂出来，我听就听会出来啦。不过台湾的何语你是 No.1，台湾5语5好啦。你讲啥啦？不过大家别烦恼伊的台语调调我紧，因为我的台语紧养叫，哪有可能啦？若是倾向爱淘汰伊就好，我会使留落来。不是啦，你留来错啦，你又袂使表演啦。讲真笑，我等水上区今仔讲一个水姑娘来演，效果都比你较好啦。这才你的目的是无？高记，后盖教你个练，我你练啦。好啦，要换拍的嘛是换你啦。讲安尼。多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百里斯 River， 我是阿拓。今仔日要讲一个关于家己的烦恼，这个笑话又好笑，对不对？代志是安尼，我做10年的北技师，一直有一个困扰。我若困扰，我的脚哪会有医路？我感觉会晓北技这个技术，哪知影无啥物路用，甲你人共款无啥物路用。这10年嘛无靠北技看较济，记个北技会晓北技有啥物优点？我实在毋知是啥呢。学生伫学校上课，用教伊讲的话互人发现，嘛是会。伫工厂直锁用教伊骂人会互人发现，嘛是会。晓教伊头壳全国人实验区会互人发现，无可能。伊会使伫厝用教伊顾仔算规工，然后朋友愈来愈少。应该毋是我啦，毋是你，你讲讲有朋友。听，拄到你拍家己的手。阁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做拜医师定会互人复习，真的啦，我伫遮啦。大概是安那复习你，就是大家拢叫我北技师，无人叫我 River。英名啥记会牢？愈过岁的时阵有人连北技师拢袂叫我是摕布娃娃的迄个人啊。伤过分啊，就是啊！既然讲我是布娃娃，这毋是重点吧？你本来就是布娃娃啊！我毋是石头夹出来的狗啊！我叽叽还是孙悟空啦！关键我已经认清北技师会让人忽视这个命运啦。我是孙悟空，你就直角界。我北技师啦，你是土矮布娃娃，真的啦！我讲我伫遮哇，北技师真正会互人忽视，我早就讲过啦。多谢大家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汤，我是 River。River 说，最近台湾诈骗愈来愈多啊！是因为台湾对诈骗判刑伤轻，足济互人掠去去派出所，甲警察抬杠就才出来啊！我喊过啦，你之前敢有拄过诈骗？有啊，之前有人冒充我的朋友，拍电话互我要甲我借钱，我马上就挂电话，伊只是我想要借尔啦。有人冒充我的车啦，要甲我切，我马上就挂电话，喊你讲过我切啦。有一通是迄碰车车大兄爱拍新电影，买我做男主角，不过爱先投资50万啦。这绝对爱挂电话，我已经汇钱啦。后摆你看到我就是大面青啦，这就是诈骗啦！哎呦，我相信碰到要甲我骗的，你哪会相信这韩国的代志啦？你是看过足侪新闻有啊。就是穿好你后生互人绑票迄种的。你好，请问是汤先生吗？你后生即马伫我手头啦！爸爸救我啦！呀咩这啊！我后生那是查人囝的声啦！恁兜的狗嘛互我绑票啊！
这就是恁兜狗的声啦，狗的声有共款哦。啊，有人讲叫叫狗的，啊，是因为即马人拢无生囝，足侪狗的地位吼都比人狗较悬啦。你是咧讽刺啥啦？哎哟，毋过讲叫已经过时啦。啊，无即马都流行啥？即马都流行购物诈骗。哦，就是迄叫你拍电话叫你去银行汇钱迄种的啦。嘟嘟嘟，你好，请问是唐先生嘛？请问你是？我是诈骗集团，甲你新年啊！我这是 Talk 网络商店吼，之前你伫平台买一只大树，伤罕啊啦！紧前你伫平台买100只家族，会使买正常物件啊！紧前之前你伫平台买一个马桶罐哦，因为操作疏分，本来爱分12个期，上个健康讲要分12个期啊，即马变成爱买10届，所以你会收到100只家族。拄则差不多讲1分外的时阵，和平饲第一个车仔的时阵，你是毋是心内感觉足紧张的，愈讲愈紧？嘛无，嘿，迄嘛是真诚实吼。和平迄个时阵，你啥好一个车仔？因为讲我感觉讲这个剧本吼是趣味，也毋过顶边你插一点仔就叫人拍车啊，就是因为讲你讲伤紧，而且你的台语伫北语的时阵是无法度讲好清楚的，啊，这边。敢若比顶边搁较无清楚，你会感觉到现场笑声较无，为虾米？大家拢在听，大家拢上空上芳的说，到底是咧讲虾米？咧讲虾米？哦，知影，了解意思的时阵，迄笑点已经过啊，所以讲无法度享受伫你的表演当中。啊，不诋毁伊讲笑亏连喙火的时阵，伊就会等大家拢对调这个笑点的时阵，才继续落去。也毋过我感觉讲，甲顶边比起来，我感觉这个问题敢若搁较严重。顶边阮是讲，若是即个问题无改善的时阵，可能就要离开。我是感觉讲，敢若无变搁较好。听无清楚，伊的话讲啊过去。对，有一个诈骗啊，啥物绑票，迄爱详细听才有法度听得清楚。迄就是笑点若是听无，你就无法度甲大家讲。我感觉这是一个问题。而且伊即届阁有足侪人的哦。即个一个，啊，敲电话一个，内底阁有歹人一个，啊，阁有囡仔一个，足侪人的，阁有狗仔一只。系啊，足恐怖淡薄仔先复杂吼，即个剧情，敢是安尼顺哥？我感觉瑞宝的你的用心，你的写本迄个吼，正讲啊，迄个赞处一定有的。啊，你也家己下足大的功夫伫个将这个剧本甲描写互伊足丰富的。但是呢，你真吃亏，就是你这个发音。因为你本身可能都毋是讲台语，生活当中咧讲台语的人，所以呢，第一点你真吃亏。搁加上呢，你可以用这些红啊，迄些红啊，就两个讲袂清楚的人伫遐开讲，所有人拢迄个内容听袂清楚，就一直咧认真听你咧讲啥，所以呢，自然你咧连喙火迄个趣味感就一直消失去，这是真可惜。但是呢，如果讲你咧其他的这个表演的迄个空间，你会使运用你家己个人的真大的优点去发挥无共款的发展。但是台语对你来讲是吃亏的，所以希望你继续回去练一下，后摆会更较好哦，加油加油 ！River， 其实呢，我要甲你行一个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非常尊重。你这款的表演，因为这款的表演是非常的无简单，这不是一般人做会到的。你的演艺界呢，有一个非常厉害表演，像你这款的叫做邓志宏。邓志宏哥哥，伊的表演是真有站得开，有伫伊的节奏内面，而且伊的声是非常的清楚的。因为今仔日你真可惜的一点，是因为你的声真弱。互阮听无你到底是要表现啥？这是你的缺点伫的。其实你今仔日是差一点尔，若无要用这种北语，拍拍就通啊，不要紧，拍拍就通啊。北语一般的人来讲是非常的无简单。你只要甲练得好，你就会当全台湾性去表演啦。所以我希望讲，我以后会当看到你精彩这个北语的演出。你搁加油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！最后，你甲你的朋友有啥物话要甲大家讲？系啊，拜拜。拜拜，再见，再会，感谢 River。